但是农水路的改善，这3冬来特别加强，嘛是真侪议员替偏乡农民所争取的焦点。其中有一条特别前往后壁区的农地中卫区，关心相关农水路的改善成果。因为农水路的改善将帮助农民大型农机运输甲灌溉排水方便。特别春天开始，农民搁要开始耕作。所以市长伫视察过程宣布，今年计要加编10亿9000多万的经费，来持续推动农水路的修缮工程。我上任以来就特别对于农水路要特别加强。好，那在总共投入23.6亿，而且今年2022年会投入更多。那务求在原来台南县有时候在乡村的地区的这个农路跟水路，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灌排分离的这个灌溉的水渠跟排水的水沟，都要把它弄得比较 OK 一点啊，弄得比较把它整治的比较强固一点。那以备不时之需啊，当然如果没有水患最好。那如果短时强降雨，也希望能够及时排除这个淹水，那能够让农民的损失减到最轻，让农民的安居乐业加到最大。根据地政局表示，将近3冬的时间，市府改善全市的农渔水路已经开23亿外，完成将近900公里，除了是全国第一。预算编列的幅度嘛，创淡市历年来新高。台湾新闻，军事何超邦采访报道。